我初學夢嘅時候，係因為我想更深入了解自己內在想法、情感，探索潛意識嘅運作方法。呢個過程對我認識自己、學習心理學幫助好大。後來開始將夢境分析應用於治療當中，發現佢唔只係工具，仲可以幫助人理解自己內心最核心嘅困擾同情緒，同個案一齊進入佢內心最真實嘅世界，然後慢慢修復、釋放。再後嚟，我開始教夢，希望可以帶更多人學識解夢、用夢，唔單止了解自己，仲可以透過夢與身邊嘅人有更深層次嘅連結。而家教夢多年，我發現如果將意象催眠技術加入夢嘅分析當中，不但可以提升對夢象徵嘅理解準確度，仲可以幫助我哋訓練同理心，提升內在覺察力。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 PM 我。